星火燎原橙帽咧，外邊啊雷神太保，後邊3匹馬領航才子維港激流綠色帽，外邊咧就係嗰隻開運王嚟㗎。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紅前道拋甩咗少少嗰隻中環精英喎，響入邊等位有超勁火力啊！中檔追係飛雲，出邊上㗎嘛，有呢隻中環天下同埋雷神太保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中環精英咧又過翻埋邊嗰隻紅前道啊，外邊上緊嚟有中環天下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雷神太保，接近終點，外邊中環天下冚咗上嚟。 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中環精英，第3名埋邊係紅前道，出邊呢係雷神太保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中環天下鄭俊偉馬房咁啊又執到邊咯喎！咁啊終點前力壓中環精英，咁啊埋邊紅前道就紅衫啦，出邊追上嚟係雷神太保啊！ 頭先都提過㗎啦，啲 Q 飛其實都好犀利嘅啫，66號碼嘅中環天下。 一對中環啊，中環精英嘅跑第2，紅前道第3，雷神太保咧睇嚟嘅第4機會高啲。不過鄭俊偉起碼啦噃，恭喜晒啦！隔咗2年半冇贏嘅呢隻中環天下，終於都打開勝利之門啦！你見佢入。